前台北市长郭文哲最近有台底江、金华城、甲北树科这3案引起争议。国民党的台北市议员郑小平在去地检署市庭控告郭文哲第4案，讲郭文哲伫任内甲第一果菜鱼类市场的改建案发包予中华工程，涉嫌盗利特定的财团。 国民党台北市议员钟小平等人初9早起去台北地检署控告前台北市长郭文哲任内减项发包第一果菜市场，也有鱼类批发市场的改建案，予中华工程，也个逼议会追加49亿的预算，涉嫌盗利特定财团。这是郭文哲任内第4大弊案。你今天弄这样涉嫌贪腐的事情，有没有羞耻心呢？不检讨还敢骂我们？当初我们也不想给你预算，你盖那个烂尾楼，还追加了那个50亿的预算等等。 都是你造的孽。每一笔预算都曾经在议会审查过。今天所有出来讲话的议员，我就直接问你一个问题：当年你们在哪里？ 郭文哲回应讲，每一笔预算拢有送去回心渣。不过钟小平是讲，原定6层楼的果菜市场加8层楼的鱼类市场，因为预算无够，拢干去到5层楼。蒋市府就必须追加预算，才会当甲工程完成。已经将相关施工的公文、甲开会记录这证据交予检方。整个当时的规划、发包到执行也都在前任市府就已经进行。 那我们接手之后，当然议会部分党派议员提出的质疑，我们就是厘清，然后对外界说明。台北市长蒋万安讲，万代果菜市场案，之前市政府就已经完成规划、发包甲执行，你做外界也有疑虑，会赶紧查清楚。目前赶紧爱做的就是爱紧完成改建，因为批发市场是公共事业，必须先稳定大台北地区，包括鱼类、蔬果的供应，以市民权益做最大的考量。记者综合报道。